来继续来看市面上有愈来愈多环保餐具，讲是用小麦啊，或者是番麦来做的绿色的塑胶，会当完全来分解，回归大自然。听起来哪像真环保，但是其实这个环保餐具也是讲掺染一般的塑胶材质，颠倒造成回收上更较大的困难。短短几秒钟画面，你有看到什么？饮料杯啊、塑胶盒仔、立体的人的线材，要甘蔗、树管甲小麦啊、碗盘这物件有啥物关联？答案就伫这罐。小小塑胶粒仔就是这物件制作的原料，伊的名有真济，你毋捌听过，可能是 PLA 加自磷酸。若讲到绿色环保塑胶，大概真济人拢有印象。由于生殖聚乳酸可分解的特点，使其能减少丢弃后段环境的危害。为环保小麦啊、稻草这食物内面萃取出这淀粉，经过发酵、汽水甲组合了后，就变成甘蔗，这自磷酸的材质。伊厉害所在伫伊完全来自天然，会使运用伫碗盘、管啊等等各方面。所来透过土壤堆肥的阶段，加上光合作用，又可会使恢复到上个源头的作物生产，继续循环。听起来真美好，又搁真环保。因过实际上 ，PLA 塑胶伫台湾根本见袂到堆肥掩埋这步。眼前你所看到的所有废弃物都是可以回收的，像是这个编号5号的 PP 塑胶，还有这个编号是1号的 PET 塑胶。但是呢，只有一个它命运并不属于这里，就是我们经常所见的蛋的外包装壳，还有像这样子的 PLA 编号7号的塑胶杯，最后都进了焚化炉里。到本所回收场去看，所有塑胶制品拢被归伫一般类的资源回收项目。民间回收业者大量收了后，依照塑胶识别码为1号到7号，有无共款的用途甲回收介绍，但佫被归伫7号的 PLA 塑胶，因为材质无法度佫回收再利用，最后共款嘛，甲这废弃物共款，拢送入焚化炉。在回收部分比较难的情形之下，所以我们是采取一个方式，就是公告要回收，但是期待用所谓的废弃物部分把它转化为热能部分去烧，用热能的回收方式做有效的处理。依照环保署统计，台湾一年的塑胶容器的回收量达185881吨，占废容器回收量的40成。因过绿色塑胶伫台湾无法完全回归大自然，有更较大的问题伫眼前。PLA 它耐温54度，所以只要热水一下去，马上就软掉了。100度的烧水一倒入 PLA 塑胶杯啊，开始为底缩小，容量只剩一半。实际上 PLA 较袂当烧，袂使超过60度，加上材质较够脆化嘛无够定。为了做成碗盘还是杯啊等等的物件，业者会拿传统的 PP 塑胶，还是其他的材质，当这个 PLA 有去透掉，被当作回收的塑胶类，颠倒会污染回收的材质，更加降低再生的品质。未来呢，为了便于这个回收容易辨识，我们可以采到很多的方式，比如说给它一个编号啊，或是给它一个颜色啊什么。但目前这个部分呢，在研究当中。做印刷流程就把杯子印出来。政府应该引导这个市场去做，因为回收之后不知道干嘛，所以便造成后续的一些困扰。但这不是 PLA 本身的错，而是我们要怎么去让这个市场去做对它最正确的处理。专门生产 PLA 塑胶杯的业者承认讲，伫台湾绿色塑胶强要无路通行，绝大部分拢是出口到欧美。外头检视早伫11年前，环保署就开始要求业者每一年爱慢慢增加 PLA 塑胶的使用率，代替传统的塑胶。不过回收机制一直到今嘛，也未找出上介好的方案。PLA 现在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处理的方式，您觉得可以打几分？我们都尽力努力当中啦。